正方柏悦康山同款121平方動靜分區4房，但係同款不同價，呢度嘅價錢平咗成1萬蚊一方嘅。柏悦康山佢價錢為到4萬蚊一方，呢度2萬零蚊就可以攞到㗎啦。而且我哋呢一度嘅景觀面仲係非常之正嘅，望到出邊嘅山體，高層仲可以望到嘅話就係南屏水庫嘅。需要一啲景觀面靚嘅嗱，我哋呢度反而會比正方柏悦康山仲要好，佢嘅價錢平喺邊度呢？就係差咗個學區嘅問題嘅啫。咁我哋呢一度嘅話就係差咗少少學區，但我覺得完全唔係問題，要睇翻你自己嘅需求啊。我哋呢一度同樣優勢好大嘅，5到10分鐘步行可以去到華發桑都，而且15到20分鐘可以到港珠澳口岸以及港北口岸嘅呢啲咁樣嘅配套嘅，對於一啲就唔需要學區嘅朋友嚟計，喂，咁我覺得呢度幾好啊！一樣嘅戶型，一樣嘅開發商，啱唔啱？咁我呢度嘅優勢非常之大嘅喎。咁有啲人喺澳門上班，喺香港上班，你中意上落嘅話，呢個盤比你揀嗰邊仲要好啦。要睇你自己嗰個咁樣需求去揀下。特別有啲改善嘅朋友，如果你唔需要一啲學區嘅，呢套房好多，真唔係講笑嘅。121平方動靜分區嘅4房，高位呢度同樣賣到3萬幾嘅，只係依家價錢降咗啫。嗱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繫我攞資料睇房。